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2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根据这个财新网报道说碧桂园争取更多时间完成境外债务重组，清盘聆讯再延期。2025年1月20号上午，碧桂园遭境外债权人提请清盘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陈静芬决定将清盘聆讯延期至5月26日，以便给予碧桂园更充裕的时间与境外债权人达成重组协议。碧桂园清盘聆讯于1月20日上午约9时50分在香港高等法院第29号庭展开。尽管代理陈请清盘公司的律师欲说服法官只押后聆讯4周，以促使公司更迫切推进与境外债权人沟通，陈静芬法官仍采纳了碧桂园代表律师的建议，押后聆讯约4个月。这个碧桂园目前抛出来的境外债重组方案，大家都知道了，债权人估计是很难接受目前双方正在博弈。那香港法院这种搞法也没毛病，一般的法院都是求活。实际上，碧桂园不清盘对大家都有利，清盘是彻底的，对吧？就是主体被消失了，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还是债务人，应该是多输的一个局面。所以他给了4个月，也就是让4个月的时间，让碧桂园你们再好好去谈，双方该让步让步，这样能有一丝延缓的时间虽然目前来看这些房企就是债务重组成功，也是有今天没明天。以这个融创为例大家都能看到，但是毕竟多了那么一线生机现在这些房企可以说是组团暴雷。自从恒大暴雷以后经历了3年，这些房企它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对吧又到了悬崖边上，在组团暴雷新浪财经报道这个新华保险已接手11家万达广场，新华保险持续接手王健林名下资产。反过来理解，就是王健林持续的在出售名下资产，王健林继续旗下资产的出售计划，而新华保险也没有停下收购的脚步。目前新华保险已接手11家万达广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险资新华保险之外，还有其他保险公司接手万达广场。从可查询的资料来看，阳光保险、大家保险和恒勤人寿都曾先后接手了多处万达广场。据不完全统计，阳光保险已接手了上海金山万达广场、广州罗岗万达广场、合肥万达广场、太仓万达广场、湖州万达广场、东莞后街万达广场。大家保险接手了上海松江万达广场、西宁万达广场、台上万达广场，和恒勤人寿共同投资了上海周浦万达广场项目。王老板卖了这么多万达广场，依然还是在债务的陷阱之中，资产负债表没有得到改善，依然面临着暴雷依然面临着永辉超市、苏宁易购还有融创的起诉。我记得这个去年泰蒙好像也是这个时候出手600亿拯救万达，但是就有很多媒体说王老板得救了泰蒙是跟美国那个财长耶伦还有什么关系是他的学生还是怎么着的？然后这个泰蒙又拉着中东的土豪什么阿布扎比投资局一起联手施救这个王老板。我记得当时就说了，这个只是个债务腾挪、债务重组，是泰蒙不得已而为之。泰蒙如果要告万达，泰蒙如果逼万达回购，那万达只有破产清算。所以这个泰蒙自己约的炮，含泪也要把它打完，所以只好自己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他并没有再拿钱来救万达，他只是把以前的债转股，然后就变成了什么万达资管的大股东，万达商管了。所以从那以后，王老板依然在卖他的资产，卖他的万达广场去还债，去付他那个叫回购款。大家回忆一下，永辉超市、苏宁易购甚至融创是不是告的都是回购款？就是你王老板承诺要回购的，结果你不回购，因为王老板没钱，深陷债务危机。那最终的结局就是遭到诉讼，法院强制执行、司法执行等等。这个在企业这儿，对吧？在房企这儿屡见不鲜严重的就是像恒大、像碧桂园、像融创被人提起破产清算。但是到个人头上呢，那就是咱们经常听说的法拍房，对吧？你名下的资产被法院拍卖。关于法拍房咱们经常也聊到这个。今天我看到有一个视频，有一个 UP 主说他自己经常参与法拍房，对法拍房很有心得。大家看视频
法拍血泪，人是怎么破产的？先给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上有一条陡峭的曲线，伴随时间的推移，数值激增。指数级激增的数值是什么呢？是阿里司法拍卖的法拍房数量。2018年2万套，2019年50万套，2020年133万套，2021年168万套，2022年达到200万套以上。激增的法拍房背后是激增的失信被执行人。我当初研究法拍房是为了捡便宜，那为了当时捡便宜呢，我就要研究每套法拍房背后的债务关系，越研究越心寒。每一套法拍房的背后都是一个业主一个家庭的血泪史。今天我想通过这期内容告诉大家，法拍房源背后的业主是怎么破产失败的，他们用血淋淋的现实给我们的告诫是什么。提到法拍呢，很多人都像一个误区啊，就是他们认为法拍房的出现是因为炒房断供，炒房炒断了现金流崩盘断供，银行收回了房源法拍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所关注的法拍房源中炒房断供的极少，真实的法拍房的来源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创业失败的，占了40%左右，稀里糊涂给人签了担保了，别人还不上，拿你的房来抵债的，属于第2类，占到了30%左右。剩下的是各种莫名其妙的个性原因，不具备探讨性。创业失败呢，很好理解，当下这种技术红利衰退、增长动能放缓的存量竞争的经济环境里面，普通人最好不要创业嘛。最难理解的就是稀里糊涂担保竟然占到了30%的比例。我所经历的法拍房中，经常能见到这种类似的案例，就是某个被执行人他自己的个人财务状况不错，但是呢，突然有一天身边一个朋友拿着一份担保合同扔到你面前，兄弟帮个忙，担保贷款贷个200-300万300-500万。平日里呢，找上来的这个朋友他财务状况也不错，或者经营一个很大的公司，或者经营一个很大的厂子啊，几十上百号员工，动不动都是团建旅游，固定资产动不动10来套房，上千万的设备。那么此时此刻，这个被执行人心里想的应该跟你一样，就是人家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大个老板，上千万的设备，10几套房子，也就是让我担保个300-500多万，对吧？怎么可能出问题？他能出什么问题？就算出了问题，人家有这么大的盘子兜底，怎么会有事儿？人家能找到我，那是把我当兄弟，看得起我。于是呢，这个被执行人就稀里糊涂的签了担保协议，然后就莫名其妙的爆了雷。很多事儿呢，直到爆雷之后才能看得到全貌。原来找他来签担保的这个所谓的朋友，他厂里的上千万的设备，他自己的10来套房子早抵押出去了。原来在找到这个担保人之前，这个看起来很夯实很有钱的朋友，其实早就找了其他的一圈朋友。原来这个被找了一圈朋友的好死不死跟这个被执行人想的一样，就是人家能找我是把我当兄弟。原来整个债务链条不仅仅是他这200-300万，而是上亿甚至数十亿。最后小丑竟是我自己，朋友爆个雷，把我家的房子炸成了法拍。一份担保协议的背后，是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大坑。你以为只是你自己担保的300-500万，但是却不知道在这300-500万的背后有几十个300-500万。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要为任何人担保，不管是自己所在的公司还是骨肉至亲，哪怕是兄弟姐妹，都不要去为他担保。同时呢，我在研究了很多套的法拍房之后，还发现一个共性问题，就是民间机构借贷和私人借贷在90%以上时间里都是最后的不得已。那么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就是90%以上的案件里，被执行人前2年的借贷关系都是发生在银行和正规的机构之间，都是他正常的去向银行和机构贷款。但是在他爆雷的前1年，债务链条的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民间机构高利贷和私人借贷。也就是说，被执行人在民间机构高利贷之前，已经把银行和正规机构这条路走完了，他的债务规模已经累积到他自己无法承担的高度，已经从银行借不出来钱了，万不得已才去借了民间机构的高息贷款。那么被执行人的借贷轨迹往往是下面这样，就是先从银行借，再从正规借贷机构借，然后呢是民间的高利贷借，然后呢是私人借贷，最后是3-5千的消费金融。通过上面这条债务链条梳理，我们能清晰的看到，民间机构和私人借贷往往是借贷关系恶化的最后一环。一旦债务链条走到民间机构高利贷这一步，那么这个人的爆雷几乎是必然，没有意外。绝大多数人都学不会输了要认怂，挨打要立正。这世间万事总逃不开一个我不甘心，我还能翻身，我再借一次。他这一个
不甘心，你就要去替他顶上雷。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永远记住第二句话，就是永远不要把钱交给民间借贷机构和私人借贷。那么第三个呢，最坏的借贷关系往往出现在最好的时候。这句话是橡树资本的霍华德·马克思说的，就是你越研究法拍房，越对这句话的感悟越深刻。就是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开头的那张图，就是你看到法拍房是从哪一年开始激增的？2020年到2022年。我们再回想一下，在2020年以前，2017年到2019年是什么样的宏观背景？宽松，是信贷宽松最好的年月。2017年，上海某家机构批出去的某项个人信用贷坏账率能高达10%。做银行信贷的都知道这个坏账率意味着什么，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同类的信贷产品，这家机构10%的坏账率是全行业最低的，同类产品行业最高的坏账率能高达30%。2017、2018、2019年，深圳的贷款中介的从业者能高达25万人，而同期的房产中介只有4万人。如果当时深圳楼市有泡沫，那么信贷的泡沫有多大？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同样，我们再联想到口罩刚刚爆发之后的2020年，小微金融、小微企业贷、经营贷、信用贷一系列信贷产品在口罩爆发之后的信贷宽松的环境中嗷嗷叫的起飞，深圳的房价也跟着信贷起飞，嗷嗷叫的往前飞，飞了1年，飞到现在，深圳已经成为目前法拍房源数量最多、法拍房跌价最凶的城市之一。所以就是好的光景不仅会带来好的经验，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的坏经验。好光景里的投资太过于轻松，就轻松到让你认为我已了解全部的投资奥秘的这种错觉，忘却了风险的存在。信贷环境越好的年月，你对市场的乐观会越来越不自主的放大，并由此产生了借来的钱不用还的错觉。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会借太多的与自己偿还能力不匹配的仓位。当赚钱太容易的时候，你就不会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飞了2、3年，一旦遇到像2021年、2022年这样的极端情况，大概率就要爆掉。现如今新一轮的信贷宽松又来了，时不时你又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年化利率3.1的贷款，了解一下。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是不要借没有偿还能力的钱，不要拿着没有偿还能力的钱去投资，你不配；也不要借钱给别人投资，他也不配。同时呢，第4个，我就希望大家去警惕流动性陷阱，就是一套房子的流动性在好年月里往往会容易被忽视，但是在坏年月里会充分的体现出重要性和折价率。在我关注的上百套的法拍房中，我发现2组很有意思的数据啊，就是第一，2016到2017年信贷宽松期和房价上涨期，5000万以上的豪宅的成交量特别高。2022年的熊市周期里，这些豪宅的法拍房的占比非常大，最高达到30%。更重要的是，这种豪宅在法拍中的折价的比例低到不可想象。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经常在新闻里看到什么深圳一套房暴跌900万，杭州一套房猛降2300万。那么这种暴跌的新闻的背后的房往往是法拍的豪宅。深圳的一套顶层的复式，最高的时候市场价1.5亿，法拍房不到8000万，流拍了。杭州一套桃花源中式的别墅，起拍价猛降2300万，然后也流拍了。就是这种超高总价的巨无霸，在最近的市场里，法拍市场里不断出现，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塔尖的那批人最近也出现了很大的财务问题，就是信贷宽松年月里粗制滥造的那种赚钱的机会，在今天的坏年月里一一的爆雷了。流动性的陷阱在烂市场里纤毫毕现。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再好的市场也不要冲昏头脑，顶好只能自住，投资是个大坑，它坑的就坑在流动性上。当然，如果你想中期自住，近期呢关注一下法拍，法拍豪宅的惊喜呢大到超乎你的想象。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不介意也不忌讳，因为毕竟这些法拍豪宅的前主人当下的境遇呢不打样。以上呢就是我梳理出来的那些关于崩盘和破产的告诫，就是第一个，不要碰担保，哪怕是骨肉至亲以死相逼也不碰，绝补。第二呢，不要贪图高息，不要把钱交给民间的借贷机构。第三个呢是警惕好年月里的借贷关系，不要借没有偿还能力的钱去投资，也不要把钱借给别人去投资。这个 UP 主所说的这些观点啊，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也经常反复强调，对吧？第一个是担保，第二个是高利贷，第三个就是流动性陷阱啊。有很多人确实他稀里糊涂的，他不清楚担保是什么意思。有的人是被骗的，在一些空白的文书上面，他以为没有关系，自己把名字写上，身份证号一写，按个手印，结果自己被陷入这个债务纠纷之中。担保这种事情可以说千万不能干。你这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就是一个人得一混到需要你来担保，银行放贷款，金融机构放贷款都需要有抵押物，你只要抵押物足额，银行就会给你放。银行不给你放，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要求你，找个人担保，那就说明你的抵押物不足，有的甚至没有抵押物，让别人担保只不过是以后对吧？你还不起，让别人还。但一个人贷款需要别人担保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财务状况已经相当恶化，他如果要财务状况转好，那就需要大力出奇迹，就要盼着出奇迹。也不能说没有翻身的机会啊，有人呢，对吧？最后赢得了翻身，但那个都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走上了破产的路。在经济上行的时候，你都很难翻身。现在经济在下行，资产价格在缩水，你借的越多，对吧？就像那个低保老人一样，借钱加仓，那只能是越陷越深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这个 UP 主说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谁让你担保，你都不要担保，担保就是害自己。第二个是高利贷，无论是你放高利贷还是你借高利贷，都不要参与。同样的道理啊，当一个企业走上借高利贷的时候，一般的就说明这个企业不行了。我这个在恒大爆雷的时候，在之前我专门讲了一期一个企业融资它是怎么融资，企业的融资渠道有7、8种。首选这企业融资首选是上市融的那个钱不用还，都是股民的钱，这是首选。所以那么多企业对吧，排队去 IPO 去美化自己，各种财务要达标，这是最好的渠道，直接融资，融他几十亿，完了这个钱把欠银行的贷款一还，拿了股民的钱。第二个就是银行的贷款，正规银行的贷款利息非常低，它是最低的。第三个就是信托信托的贷款利息比较高。第四个就是私募，私募一般都是民股实债，房地产企业老这么玩，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企业从银行贷款它有额度的，用完了它只能跟信托借，信托也一样信托得有你的担保，有你的这个抵押物，有股权，对吧？有你的这个土地，你这个有一定的额度，用完了之后你也没有办法再跟信托借钱，你只能跟私募。这私募就怎么玩呢？就是民股实债，表面上看是股份投资，实际上是债。完了他把你的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所有东西都给你叫正章共管，对吧？放到一个保险柜里面，我跟你一起管，它目的就是控制你的财务，控制你的资金进出，来达到他投资的安全。这个我在房地产节目里面经常介绍如果这个都搞不定，那后面就是员工集资就是什么理财财富所有的房企都有这个，都这么干。当然了，央国企恐怕要好一点。再往后呢，那就是高利贷了，企业跟企业之间民间借贷，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融资的成本是越来越高。高利贷那年化利息恐怕是10%几、20%，国家规定的法律保护的是4倍，4倍以内法律是保护的，超过4倍法律不保护。当一个企业在借高利贷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企业已经叫饮鸩止渴这个确实你盯着他的这个利息，他盯着你是你的本金只要能拿到这个本金就够了，反正他也没打算还了，也还不起了。所以说当一个企业到借高利贷的时候，这个企业就要完蛋，你把钱借给他也是要完蛋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手段。后面说的是对吧，这个流动性陷阱这个就是宽松环境下你太容易叫路径依赖，以前都这么干的，都成功了，我现在还这么干，结果流动性一紧张你就完蛋。实际上就是我们老说不要加杠杆，成也杠杆，败也杠杆。这个许老板赌对了第一次，对吧？应该是2015年吧，那一波死了很多房企，但是许老板逆势抓住机会扩张，对吧？一下跃升为第1位最大的房企。2021年甚至2020年恒大已经不行了，但是许老板他还是路径依赖，他认为一定会救，奇迹会再一次发生，政策会逆转。这回许老板猜错了，对吧？猜中了开头，没有猜中结局，是救了，但是那是恒大死了之后救的，而且救也救不起来。这个视频我希望大家多听一听，跟我们有关的就是担保高利贷，千万不要把你的名字乱填，不要把你的名字乱写，有可能招来官司，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法官可不听你解释第二个就是高利贷，我们有很多年轻人呢一困难过不去，马上就开始撸各种贷款。高利贷不一定说你在民间借你跟那个什么360什么微利贷什么这些各种小贷平台，那都是高利贷，他那个年化利息比那4倍高得多，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有很多人就是挪这儿的贷款还那个贷款，他一共就借了5万块，最后他要还20万，那15万恐怕都是利息，越陷越深，越滚越大，越还钱越多。所以作为我们牛马，作为韭菜，要引以为戒，不能在债务的泥塘里面越陷越深，要会及时止损。我们再看一篇文章这是中国经营报今天刊登的一篇文章。
章，2024年二手房成交近130万套。文章说啊，以价换量下，2024年全国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再创新高。日前，多家市场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近130万套，同比增长约9%，为近5年新高。多位受访人士告诉中国经济报记者，2024年全国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持续增长，与支持政策效应显现以及业主以价换量等因素有关。也就是说，业主愿意降价，这是前提啊。说当前二手房成交均价进一步下探，同时随着去化速度提升，2024年下半年以来，二手房挂牌量也出现回落，成交规模持续攀升。2024年930新政发布以来，全国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规模呈现逐月上升趋势，年末出现翘尾行情，创下当年月度成交新高。根据相关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12月，重点14城二手住宅成交约14.89万套，环比上升12.6%，同比上升59.2%。从全年情况来看，2024年重点14城共成交二手住宅129.8万套，较去年同期上升9%。分城市来看，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表现更为亮眼。2024年全年，北京、上海、深圳3座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均增长，其中北京总成交17.5万套，同比上升12.6%；上海总成交23.79万套，同比上升30%；深圳总成交量5.6万套，同比上升72.7%。2024年11个热点城市二手二线城市中，有5个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不及2023年，分别为苏州、南京、无锡、佛山、郑州。其他6个城市的成交量赶超2023年，其中东莞、杭州成交增幅超10%。中指研究院数据也显示2024年3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166万套，同比增长7%。当年3、4季度成交增长明显，其中3季度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15%，4季度同比增长35%。整体来看，2024年全国二手房价格走势也是从9月份开始发生积极转向，环比降幅自此连续收窄。短期来看，行业去库存压力仍存，以价换量仍将是二手房市场短期态势。关荣协表示，2024年二手房市场仍面临一些困境，如价格下滑、购房者入市谨慎、回稳信心不足及楼市资产缩水等。这个说的倒是实话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已经有所放大，但是是降价以价换量导致的。这里面我们就要关注一个数，按照往常观点呢，就是楼市上行的时候，人们把二手房卖掉是为了买新房，是要改善，就是房价在涨，你把房子卖掉，你想干什么？你把现金存银行是吗？你去投资别的是吗？很少。如果你要缺钱，很多人会把房子押出去，银行借款，这是在资产上行的时候价格上行，所以很多人卖房子是为了改善。所以你就会看到二手房在涨的时候成交量涨，那么新房的成交量涨得更快，新房你就得摇号，你就得排队，你就会发现新房更加火爆。资产价格下行的时候人们把房子卖掉是干什么？要么把钱存银行吃利息，因为现在你房子租价格也租不上去，还不如吃利息，而且房价还在降你也不知道降到什么时候。所以大家卖房子一个是留现金，当然了，更多的是准备润，把资产处置掉润。有一部分人卖房子是为了买新房，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二手房火爆，但是新房一直是温水煮青蛙，温吞水，对吧？新房没有出现那么火爆，这就标志着这些人把房子卖掉，并没有去买新房，纯粹是一种资产保值，或者是要移民。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去年推出很多税收上的优惠，然后银行的利息不停的下调，所以这个就促使了很多人为了换贷款，对吧？他以前那个贷款是5.点几，就是降了还有3.点几、4%，那这个时候他通过把自己的房子倒到自己，对吧？媳妇的名下或者家人的名下，利用这个机会一买一卖，把这个贷款给他换掉，这种不是真实的成交，这是纯粹为了换贷款。所以说当你看到二手房成交量增长几十的时候，新房却没有动静，反而说明楼市出问题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楼市是健康良性发展，那二手房和新房是同比增长，大家涨的是一样的。说通俗一点，就是有很多人
套现离场。如果是套现离场，所以它才会降价呀。所以说2025年二手房价格会继续下行，以价换量会更加深入，广为流传。但是遗憾的是，恐怕你就是以价换量，房子都不一定能卖得掉，因为接盘的人越来越少，有那个能力有那个实力接盘的正在枯竭。这是我对2025年二手房的一个判断。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